第23章，巴蘭作師說預言。巴蘭對巴勒說：你在這裏給我築7座壇，為我準備7隻公牛、7隻公羊。巴蘭照巴勒的話行了。巴勒和巴蘭在每座壇上獻1隻公牛、1隻公羊。巴蘭對巴勒說：你站在你的燔祭旁邊，我且往前去，或者耶和華來迎見我，他指示我什麼，我必告訴你。於是巴蘭上一淨光的高處，神迎見巴蘭。巴蘭說：我準備了7座壇，在每座壇上獻了1隻公牛、1隻公羊。耶和華將話傳給巴蘭，又說：你回到巴勒那裏，要如此如此說。他就回到巴勒那裏，見他同摩押的使臣都站在燔祭旁邊。巴蘭便提起詩歌說：巴勒引我出亞蘭，摩押王引我出東山，說：來呀，為我詛咒雅各；來呀，怒罵以色列。神沒有詛咒的，我焉能詛咒？耶和華沒有怒罵的，我焉能怒罵？我從高峰看他，從小山望他，這是獨居的民，不列在萬民中。誰能數點雅各的塵土？誰能數算以色列的1/4？我願如義人之死而死，我願如義人之終而終。巴勒對巴蘭說：你向我做的是什麼事呢？我領你來詛咒我的仇敵，不料你竟為他們祝福。他回答說：耶和華傳給我的話，我能不謹慎傳說嗎？巴蘭再次師說預言。巴勒說：求你同我往別處去，在那裏可以看見他們。你不能全看見，只能看見他們邊界上的人，在那裏要為我詛咒他們。於是領巴蘭到了瑣斐田，上了昆斯迦山頂，築了7座壇，每座壇上獻1隻公牛、1隻公羊。巴蘭對巴勒說：你站在這燔祭旁邊，等我往那邊去迎見耶和華。耶和華臨到巴蘭那裏，將話傳給他，又說：你回到巴勒那裏，要如此如此說。他就回到巴勒那裏，見他站在燔祭旁邊，摩押的使臣也和他在一處。巴勒問他說：耶和華說了什麼話呢？巴蘭就提詩歌說：巴勒，你起來聽，細撥的兒子，你聽我言。神非人，必不致說謊；也非人子，必不致後悔。他的話豈不照着行呢？他發言豈不要成就呢？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賜福，此事我不能翻轉。他未見雅各中有罪孽，未見以色列中有奸惡。耶和華他的神與他同在，有歡呼王的聲音在他們中間。神領他們出埃及，他們似乎有野牛之力，斷沒有法術可以害雅各，也沒有占卜可以害以色列。現在必有人論及雅各，就是論及以色列，說：神為他行了何等的大事！這民起來仿佛母獅，挺身好像公獅，未曾吃野食，未曾喝被傷者之血，決不躺臥。巴勒對巴蘭說：你一點不要詛咒他們，也不要為他們祝福。巴蘭回答巴勒說：我豈不是告訴你說，凡耶和華所說的，我必須遵行嗎？巴勒對巴蘭說：來吧，我領你往別處，或者神喜歡你在那裏為我詛咒他們。
巴勒就領巴蘭到那下望曠野的昆尼山頂上去。巴蘭對巴勒說：你在這裏為我築7座壇，又在這裏為我準備7隻公牛、7隻公羊。巴勒就照巴蘭的話行，在每座壇上獻1隻公牛、1隻公羊。第24章，巴蘭第3次以詩作預言。巴蘭見耶和華喜歡賜福與以色列，就不像前2次去求法術，卻面向曠野。巴蘭舉目看見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靈就臨到他身上，他便提起詩歌說：比你的兒子巴蘭說，眼目閉住的人說，能聽神的言語，能見全能者的異象，眼目睜開而仆倒的人說：雅各啊，你的帳棚何等華美！以色列啊，你的帳幕何其華麗！如接連的山谷，如河旁的園子，如耶和華所栽的沉香樹，如水邊的香柏木。水要從他的桶裏流出，種子要撒在多水之處。他的王必超過亞甲，他的國必要振興。神領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敵國，折斷他們的骨頭，用箭射透他們。他蹲如公獅，臥如母獅，誰敢惹他？凡給你祝福的，蒙他祝福；凡詛咒你的，願他受詛咒。巴勒向巴蘭生氣，就拍起手來，對巴蘭說：我召你來為我詛咒仇敵，不料你這3次竟為他們祝福。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我想使你得大尊榮，耶和華卻阻止你不得尊榮。巴蘭對巴勒說：我豈不是對你所差遣到我那裏的使者說，巴勒就是將他滿屋的金銀給我，我也不得越過耶和華的命，憑自己的心意行好行大。耶和華說什麼，我就要說什麼。現在我要回本族去，你來，我告訴你這民日後要怎樣待你的民。巴蘭第4次以詩作預言，他就提起詩歌說：比你的兒子巴蘭說，眼目閉住的人說，得聽神的言語，明白至高者的旨意，看見全能者的異象，眼目睜開而仆倒的人說，我看他卻不在現時，我望他卻不在近日。有星要出於雅各，有杖要興於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4角，毀壞擾亂之子。他必得以東為基業，又得仇敵之地西尼為產業。以色列必行事勇敢，有一位出於雅各的必掌大權，他要除滅城中的餘民。巴蘭觀看亞瑪力，就提起詩歌說，亞瑪力原為諸國之首，但他終必沉淪。巴蘭觀看基尼人，就提起詩歌說，你的住處本是堅固，你的窩巢造在鹽穴裏。然而基尼必致衰微，直到亞述把你掠去。巴蘭又提起詩歌說，哀哉，神行這事，誰能得活？必有人乘船從基提界而來，苦害亞述，苦害希伯，他也必致沉淪。於是巴蘭起來回他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第25章，以色列人在什亭奉巴力昆尼。以色列人住在什亭，百姓與摩押女子行起淫亂，因為這女子叫百姓來，一同給他們的神獻祭，百姓就吃他們的祭物，跪拜他們的神。以色列人與巴力昆尼聯合，耶和華的怒氣就向以色列人發作。耶和華吩咐摩西說：
將百姓中所有的族長在我面前對着日頭懸掛，使我向以色列人所發的怒氣可以消了。於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審判官說：凡你們的人有與巴力昆利聯合的，你們各人要把他們殺了。摩西和以色列全會眾正在會幕面前哭泣的時候，誰知有以色列中的一個人，當在他們眼前帶着一個米甸女人到他弟兄那裏去。祭司亞倫的孫子以利亞撒的兒子非尼哈看見了，就從會中起來，手裏拿着槍，跟隨那以色列人進亭子裏去，便將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這樣，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時遭瘟疫死的有24000人。非尼哈的忌邪之心。耶和華曉諭摩西說：祭司亞倫的孫子以利亞撒的兒子非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發的怒消了，因他在他們中間以我的忌邪為心，使我不在忌邪中把他們除滅。因此你要說：我將我的平安約賜給他，這約要給他和他的後裔，作為永遠當祭司職任的約，因他為神有忌邪之心，為以色列人贖罪。那與米甸女人一同被殺的以色列人，名叫心利，是撒路的兒子，是西面一個宗族的首領。那被殺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是蘇尼的女兒。這蘇尼是米甸一個宗族的首領。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要擾害米甸人，擊殺他們，因為他們用詭計擾害你們，在昆利的事上和他們的姊妹米甸首領的女兒哥斯比的事上，用這詭計誘惑了你們。這哥斯比當瘟疫流行的日子，因昆利的事被殺了。第26章，再次計算人數。昆疫之後，耶和華曉諭摩西和祭司亞倫的兒子以利亞撒說：你們要將以色列全會眾按他們的宗族，凡以色列中20歲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計算總數。摩西和祭司以利亞撒在摩押平原與耶利哥相對的約旦河邊，向以色列人說：將你們中間從20歲以外的計算總數，是照耶和華吩咐出埃及地的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話。以色列的長子是呂便，呂便的眾子屬哈諾的由哈諾族，屬法路的由法路族，屬希斯倫的由希斯倫族，屬加米的由加米族。這就是呂便的各族，其中被數的共有43730名。法路的兒子是以利押，以利押的眾子是尼姆利、大丹、亞比蘭。這大丹、亞比蘭就是從會中選召的，與可拉一黨同向耶和華爭鬧的時候，也向摩西、亞倫爭鬧，地便開口吞了他們，和可拉的黨侶一同死亡。那時火消滅了250個人，他們就作了警戒。然而可拉的眾子沒有死亡。按着家族，西面的眾子屬利姆利的有利姆利族，屬雅憫的有雅憫族，屬雅根的有雅根族，屬謝拉的有謝拉族，屬掃羅的有掃羅族。這就是西面的各族，共有22020名。按着家族，基德的眾子屬洗分的有洗分族，屬哈基的有哈基族，屬舒尼的有舒尼族，屬亞斯尼的有亞斯尼族，屬以利的有以利族，屬亞律的有亞律族，屬亞列利的有亞列利族。這就是基德子孫的各族，
照他們中間被數的有40500名。猶大的兒子是尼和俄南，這尼和俄南死在迦南地。按着家族，猶大其餘的眾子，屬示拉的有示拉族，屬法勒斯的有法勒斯族，屬謝拉的有謝拉族。法勒斯的兒子屬希斯倫的有希斯倫族，屬姆哈勒的有姆哈勒族。這就是猶大的各族，照他們中間被數的，共有76500名。按着家族，以薩迦的眾子，屬陀拉的有陀拉族，屬普瓦的有普瓦族，屬亞述的有亞述族，屬新坤的有新坤族。這就是以薩迦的各族，照他們中間被數的有64300名。按着家族，西布倫的眾子，屬西列的有西列族，屬以倫的有以倫族，屬亞利的有亞利族。這就是西布倫的各族，照他們中間被數的，共有60500名。按着家族，約瑟的兒子有瑪拿西、以法蓮。瑪拿西的眾子，屬瑪吉的有瑪吉族，瑪吉生基列，屬基列的有基列族。基列的眾子，屬伊爾謝的有伊爾謝族，屬希勒的有希勒族，屬亞斯列的有亞斯列族，屬示劍的有示劍族，屬示米大的有示米大族，屬希弗的有希弗族。希弗的兒子西羅非哈沒兒子，只有女兒。西羅非哈女兒的名字就是瑪拉、耶亞、葛拉、密加、得撒。這就是瑪拿西的各族，他們中間被數的共有52700名。按着家族，以法蓮的眾子，屬舒提拉的有舒提拉族，屬比結的有比結族，屬他罕的有他罕族。舒提拉的眾子，屬以蘭的有以蘭族。這就是以法蓮子孫的各族，照他們中間被數的，共有32500名。按着家族，這都是約瑟的子孫。按着家族，便雅憫的眾子，屬比拉的有比拉族，屬亞實別的有亞實別族，屬亞希蘭的有亞希蘭族，屬書反的有書反族，屬戶反的有戶反族。比拉的眾子是亞勒、乃曼，屬亞勒的有亞勒族，屬乃曼的有乃曼族。按着家族，這就是便雅憫的子孫，其中被數的共有45600名。按着家族，但的眾子，屬書含的有書含族。按着家族，這就是但的各族，照其中被數的，書含所有的眾族共有64400名。按着家族，亞設的眾子，屬音拿的有音拿族，屬易斯偉的有易斯偉族，屬比利亞的有比利亞族。比利亞的眾子，屬希別的有希別族，屬馬結的有馬結族。亞設的女兒名叫西拉，這就是亞設子孫的各族，照他們中間被數的，共有53400名。按着家族，拿弗他利的眾子，屬亞薛的有亞薛族，屬孤尼的有孤尼族，屬耶色的有耶色族，屬士冷的有士冷族。按着家族，這就是拿弗他利的各族，他們中間被數的共有45400名。以色列人中被數的共有601730名。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要按着人名的數目，將地分給這些人為業。人多的，你要把產業多分給他們；人少的，你要把產業少分給他們。要按照被數的人數，
把產業分給各人。雖是這樣，還要拈鬮分地。他們要按着祖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為業，要按着所拈的鬮，看人數多人數少，把產業分給他們。利未人按着他們的各族被數的，屬革順的有革順族，屬哥葛的有哥葛族，屬米利拉的有米利拉族。利未的各族有納尼族、希伯倫族、瑪利族、母士族、荷拉族。哥葛生暗蘭，暗蘭的妻名叫約基別，是利未女子，生在埃及。他給暗蘭生了亞倫、摩西，並他們的姐姐米利暗。亞倫生拿答、亞比戶、以利亞撒、以他瑪。拿答、亞比戶在耶和華面前獻燔火的時候就死了。利未人中凡1個月以外被數的男丁共有23000，他們本來沒有數在以色列人中，因為在以色列人中沒有分他們產業。這些就是被摩西和祭司以利亞撒所數的。他們在摩押平原與耶利哥相對的約旦河邊數點以色列人，但被數的人中沒有一個是摩西和祭司亞倫從前在西奈的曠野所數的以色列人，因為耶和華論到他們說，他們必要死在曠野。所以除了耶夫尼的兒子迦勒和嫩的兒子約書亞以外，連1個人也沒有存留。